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係我中原地產西貢康湖居分享嘅 Ann Ho， 今日同大家嚟到西貢半山參觀一間單邊嘅別墅屋。同大家總括一下先，呢一間別墅屋位置鄰近西貢市中心，生活配套方便，而且仲要望住一個咁靚嘅海景。如果你有任何查詢，就隨時聯絡我啦。